今屆嘅區議會選舉亦都吸引咗一啲過往只係選過立法會嘅政治明星考慮參選嘅。區議會嘅選區細得多，戰況係咪會易打一啲呢？參選背後佢哋又有啲乜嘢盤算呢？楊曉峰係了解過。從政以嚟，湯家驊嘅戰場都係住咗100幾萬人嘅新界東。今次落到沙田第一城選區議員，挑戰現任嘅黃家榮，計人口只係1%，但計難度。老實講，對手係現任區議員，佢係呢度嘅業主委員會嘅主席，亦都係建制派嘅成員，咁佢嘅資源都係好足夠，咁所以就選舉係有一定嘅難度。公民黨而家有12個區議員，今年準備派42人出選，係咪角逐超級議席仲未決定。但湯家驊就一心要爭咗入場券先。係咪都需要有一啲比較上有號召力嘅一啲泛民嘅議員呢？去打好呢個基礎，睇下我哋來年係有冇一個機會去爭取多一席呢？李卓人都有同樣諗法，佢計劃喺天水圍富欣落戶，為參選超級議席鋪路。咁樣擺明車馬，驚唔驚選民話佢冇心服務社區呢？區嘅細問題，你亦都可以用立法會嘅層次去做多啲嚇。有啲立法會嘅問題，你喺區裏邊亦都可以推動多啲。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結合嚟嘅。